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吼，我是你好朋友喜信。今日呢，喜信共阮伫东部水源真耶稣教会遮，伊愿要来访问阮医宣团队内底来一位护士，也是咱真耶稣教会新营教会信者，叫做柯丽秋姊妹。咱丽秋姐要来咱节目中，甲咱做来开讲分享耶稣基督恩典。丽秋姐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仔日真欢喜来分享主耶稣互我的恩典。丽秋姐，你是倒位人？我是台南县咸水镇，我嫁来台南县的新娘。丽秋姐，你是民国几年结婚的？65年。即马有几个囡仔？3个囡仔。3个囡仔吼。大汉的即马是读台中师院的迄个自然科系的公会啦。安尼吼。第二个即马读迄家己大学的研究所。细汉的。细汉即马读高三。你是几年出的？我44年出。你是读什么种的科系？我是读护理学校。你护理学读了，你有做护理无？有啊，做东华。你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是啥物？我结婚了，我倒是咧开汉药啊。所以你本来毋是咱信耶稣的啦？毋是拜拜吼。你较早安怎拜？对人拜啦，叫老公的时吼，国风家是迄个天主教的。天主教。较早天主教。结果过来时都拢无，也无去听道理，也无拜拜。拢无就对了。像伫即种的环境之下，为什么讲你会来相信耶稣？伫即个所在，甲咱分享一下。因为阮兜开汉药，拢直直无用啦，无用到吼，家己吼有一工的时阵吼，雄雄拄安尼足好食，结果直直瘦5公斤哦，迄差不多1礼拜来尔，就瘦5公斤。因为我本身就是读护理校，我若感觉奇怪，感觉讲当用用着甲看照片看觅，较感觉讲，太雄哦，瘦5公斤，就是哪有迄个甲状腺有问题安尼，家己有感觉安尼，就照片讲感觉讲，哎哟，我小可有怪怪啦，我就怎啊去验血去体会检查，去体会检查的时候吼，就真正有甲状腺的检查一种的 T3、T4 吼，结果拢足悬啊，足悬的时候，到尾我就去阮高中啊，伊是本身咧开小儿科，我就去互看，伊就讲我是迄个甲状腺安尼吼，毋过我真正就严重甲目睭拢感觉安尼拢怪怪啊，拢做惊光的安尼吼，即摆人就甲我报。我讲台北的一间长庚吼，一个医生做到的，也有人去遐食好去安尼吼，佮去食迄种啥原子能迄种啊，我就去，看的时吼，就大概拢摕2礼拜的药啊，尾摕到3礼拜呢，就安尼摕倒来安尼食的时，感觉讲无改善呢，搁愈严重安尼就对了，逐日都安尼感觉安尼，安尼昏昏沉沉安尼，我就感觉安尼做啊受气的，做啊做梦，毋是吼，若伫困，逐工在咧梦啊，逐工在咧梦去人死啊。安尼哦。嘿，就感觉讲搁愈艰苦愈毋好心情，搁愈压榨愈郁卒安尼就对吼。大概梦伊人死的时候，迄种死就是安尼，死人也咧死啊，也咧出山就对啦。去出山的时候，像人咧出山队安尼呢，出山队的迄人吼，拢无咧好呢，好呢。搁暗时吼，若咧困的时阵吼，就是拢有迄大粒石头，足大粒的哦，伫顶面哦，从直倒来是甲地，搁有迄种迄2只手吼，伫甲迄个地阿妈棍就对啦。我咧滑，拢看救人，结果拢无啦，拢无呢，愈艰苦呢，目块乌的无骹，有看到迄面吼，迄面搁愈艰苦呢，就是吼，大概若会在是困醒起的时候，就感觉愈艰苦的，愈歹啊，愈歹愈艰苦安尼就。当这是。你对这种的生活，你的心态是安怎？我就感觉讲，我着食药都食3淡薄呢。不过我继续食药的心态拢无改善，严重。搁我出来，主要是讲人讲天下父母心啦，就吼，阮娘家的爸爸妈妈吼，就安尼感觉讲，这查囝他也变甲安尼。食不甘啊？阮咧着拜拜，拜五常。
啊，爸爸就好，就开始去甲我问讲我上啊，去问讲，我想个现在讲甲我揢衫，好，叫我揢米，啊，就去听人报讲对一搭偌兴的啊，对，啊，就去问神啊，即摆就开始就用迄种罗丹啊，啊，佮用迄符啊，叫我着缀枕头啦，安尼啊，佮到尾啊，佮去问一个讲佮上兴的吼，啊，结果伊讲安那讲个是迄个查甫鬼定身啦，甲我解阮呢，我别讲，嘿啊哈啦。爸爸就甲伊开钱嘛，开大钱，毋知讲伊开钱的啊，伊就伊出的就好啊，甲解阮啦。结果无效啊，结果愈严重啊，人吼就持续讲要找一个清净的所在，吼啊，到尾就想讲要自杀呢。做无爱活着对。就是讲啊好啦，对人较活喺世间太啊艰苦安尼，就想要自杀呢。哦啊有一届哦，已经感觉讲吼，我已经无望啊，家己感觉讲安尼，别人拢足好啊，我家己感觉讲，大即阵拢去艰苦啦、熬受气种种安尼，袂轻松啊，尤其目睭拢袂轻松哦，目睭的乌仁哦，拔倒一半呢，袂轻松。一工就甲阮的囝交代啦，交代讲吼啊，妈妈已经差不多活无久啊吼，恁是来有够可怜啦，妈妈死的真正可怜的啦。意思是讲，因爸爸念伊着搁去娶啊，一定着安尼啦，所以着甲三个囝烦恼讲吼，啊，着老大是交对一个较关心啊，老二啥物人较疼，啊，老三的是啥物大姑小姑对一个较疼，啊，个人着爱找遐吼，看嘛妈妈若无去了，爱去找。交代后事着对。有，一个囝甲我讲吼，妈妈，你袂安尼着对，啊，阮着安尼母仔囝安尼抱着着哭，直直哭啊，吼，哭甲哭到偌伤心的呢。后来吼。我着若拢继续定期安尼去台北的中科摕药啊。有一工啊，我原来继续去的时阵吼，我拢去了过暝，啊，甲去摕药啊，甲坐火车倒来。啊呾去遐去到阮小姑仔因遐大的时阵，阮小姑仔这小姑仔是咱真耶稣教会啦，高中啊，拢真耶稣教会吼。啊，我着家主动家讨讲，我要来信任耶稣呢。啊，阮小姑仔吼。交高中啊，听一个惊一个讲，哎哟，一个阿嫂他安尼伫身躯边，我他毋知影通去甲报福音，遮尔啊好，福音伊他毋知影通去报阿嫂啊他，啊有一个大医生啊他袂晓讲啊去报这个大医生，互阿嫂知影通来就近视。但好佳哉讲，你伫痛苦当中，你会通讨讲要来信耶稣。走头无路啊。啊，后来因有带你去信耶稣。有啊，就带我去台东教会。啊，即摆来开始就电话联络新营教会，叫因大家来关心我，啊，我就拢去，啊，无偌久我就得着信任安尼。感谢神。后来你有伫信任体验了，你伫偌久以后来接受洗礼？我78年的秋季。啊，你洗礼了，你食状腺抗菌，这个病吼有好无？有咧，我拢差不多2礼拜就去抽血检查，啊，结果检查讲正常啦，啊，我搁散呢，我搁继续安尼搁伫食药，因为感觉目睭拢见着光，到流目油这它拢无改善啦，就搁继续食迄西药愈严重，搁愈艰苦，安尼人拢袂轻松。啊，他有一工吼，卡迄我的正手柄的目牌顶，迄像人诶一个红红，像咱去戴着了时阵吼，红红。对。结果吼，应该着念伊着散去，恢复，着恢复去，着散去。啊，结果我毋是哦，我这红的时阵吼，结果袂散去，啊，袂散去的时阵，搁豆着会搁扩散哦，扩散到一个程度的时阵吼，我倒手柄搁照常，我若是做安尼哦。因为我这个病吼，感觉暗时拢较歹困，啊，所以有当时拢会拍咧困。啊，戴着的所在就是坐我边安尼，啊，结果就是像人咧对角性啊，正手柄有倒手柄啊，拢有嘿。啊，我拢因为惊光吼，拢着挂迄种墨镜吼，挂迄阵咧，迄个嘛是两边啊，拢红哦，红拢袂退。啊，我即摆伫迄个手皮边嘛是共款安尼哦，拢一样，拢伫红起啊，愈大片，啊，脚趾片嘛是规片啊，愈大片哦，拢啊红斑的对，面全拢红红安尼。过来吼手吼，手的指甲边吼，细条血管啊红红，拢准备出血安尼。对，拢对大头母开始，啊来开始直5支指头啊，10到尾啊2手拢共款，拢有到10支指头拢安尼。迄了来手啊洗一粒哦，爱刺痛呢会疼呢，戴着还是去用着拢会疼呢。啊，一粒我是对大头母开始洗到对迄落尾针仔啊，安怎也是对脚拢两手，所以到尾嘛是爱接受治疗嘛。啊，医生是甲你讲这啥物病？我若是搁照常搁去王伟昌小儿科遐，阮大姑伫我遐吼去互看。
伊看即个现象吼，伊怎现因的册互我看讲，我这就是对角性的物件吼，就是红斑性狼疮，爱着讲叫我去大间病院看，到尾怎讲叫我去先去成大，我着去成大互一个医生看。去互看的时阵吼，成大嘛现册互我看，嘛是讲这就是原来是红斑性狼疮的现象。伊头啊，拢嘛是即个现象，就是对角。着继续着伫成大遐打药啊、治疗安尼吼。搁原来我的头壳遐吼，搁有甲我切片的，因为愈来愈严重啊，着我甲我切片啊。到尾切片了检查了，结果医生着甲我讲是怀疑的红斑性狼疮安尼啦。毋过继续原来是以红斑性的狼疮的咧治疗，嘿，嘛照常咧食迄个药啊，食的时搁愈歹，情绪搁嘛是搁拢愈歹呢。因为迄边的状况吼，足恐怖哦，愈来愈恐怖。管你开汉药啊，人客来你买药的时吼，看到的时拢惊一个，嘿，拢会向我讲，哇，你睇，你这个变甲安尼，变甲遐歹看安尼啦，看会惊啦，别人都会惊，会惊咯。即摆当人客甲我买药啊了，我着照。你照者，照行的时吼，我着搁情绪着搁愈歹，结果拢愈来愈严重，无改善啦。有一天吼，一个迄个人客来买药的时阵吼，原来是照常甲我讲，我若惊一个，即马我着交伊拄仔讲我是安怎安尼吼，着甲我介绍就讲有一个新教授，伫阮新营迄个医生啦，伫高雄医学院伫做教授，毋过伊门诊部一礼拜看一届，我着听安尼着真欢喜，我着去互看。去看的时阵吼，迄个医生吼就甲我讲，你做我头部吼，我真正我头壳吼头部吼够侪拢一丁一丁，搁心脏吼嘛是食类固醇的药啊吼，头毛一撮一撮拢滴答滴答，若洗头毛的时拢答大济，答到最恐怖，家己会惊呢。迄个新教授就甲我讲，你即个吼都毋是红斑性狼疮，即摆现册我讲你这就是脂漏性皮肤炎啦。因为我去迄个王惠昌小儿科去互看的时，伊现册互我看。看即个红斑性狼疮吼，讲我的年龄吼，死亡率啦占50%啦。我着一直就是安尼，就拢想讲得要死啊，得要死啊，得一直敢若伫讲安尼，着心内着伫感觉。都无希望对，搁愈无希望安尼对对。即摆去遐的时头一句着讲，新教授这敢会死啦？新教授甲我讲，你若无治疗，他也袂死的。你即个病嘛是属于慢性病啊，嘛是爱继续治疗，爱长期治疗啊。即摆着甲我讲叫我抽血。我着第2礼拜去看结果啊，去看结果的时阵看，医生着原来佫足确定的甲我讲是迄个脂漏性皮肤炎呐。你当阵拄啊，阮老大拄啊读台南一中，阮老公着吼，叫我下晡时小时店啊去坐火车去，去遐陪囝读册啦。会知时较倒来。我迄阵时代拢走投无路啊。三无长啊啦吼，即个怎我倒摆起来着来教会，着规日祈祷，一祈祷拢祈祷足久的哦，有一段时间的啦。到尾迄阵怎感觉人怎醒起啦？感觉讲无爱去看医生啊，尤其个高雄医学院迄个新教授甲我讲吼，是脂漏性皮肤炎，我的心情着感觉较轻松，我着。伫咧祈祷当中的时候，我就醒起来，真醒起来，感觉讲我着信耶稣，若无爱我靠耶稣。是咯，有遮尔那好，有即个大医生，我若袂晓专心来我靠主啦，我着甲一寡药啊拢甲断掉啊，拢无爱食哦，拢无爱去啊，专心来我靠主，我着专心安尼祈祷。当话了，他安尼逐个知影拢爱认真祈祷，要去祈祷足久诶，较互我好毋知去啊。足奇妙的呢，规个袂算念起哦，我面规个足歹看诶，红红诶，人看着会惊诶吼。毋过手摕一粒一粒，搁迄个出血拢好去啊，我毋知真正感谢主。忽然之间好，你嘛毋知呢。哎哟，以前安尼啊。好了后，你就体验讲，主要所真正。真好。其实这个心路历程最主要来讲，万事拢要互相效力。神就是要借着一寡病痛，要操练咱的信心，要互咱操练咱对于绝对的倚靠。今咱信仰所若无绝对的倚靠，绝对的信心嘛，无采咱的信仰所，你知无？对。毋好加再讲神听咱、爱咱，所以一寡这个病症来考验咱，要互咱知影讲，咱到底有要爱伊，有要完全来靠伊无？假使咱若真正回转倒来。来倚靠主，就亲像李修这共款，伫不得不甲当中，主要所祈祷特别来医治咱呢。因为神绝对无偏袒人诶，最主要是咱人家己本身，咱信者家己本身嘛是爱对主有迄个心。所以咱现在听这边，咱听到这种信息，咱就爱知影讲，这毋是靠药诶，真正是靠耶稣。所有药物拢断掉啊。后来敢是讲医生佮甲伊追踪。2当前诶时吼，现代迄个医生。就是要追踪啦，像我即个病啊，足拢无去诶，咱几若当无去，就要追踪。我打电话来诶时，我拄接着啦。
啊，接到的时吼，伊就头一句讲问讲啊，迄个邱丽秋小姐在吗？我就甲伊讲我就是咧，医生怎惊一个讲啊，你就是邱丽秋小姐，讲嘿，伊叫讲我死啊咧啦。无我台一当拢无去啊，安尼啦。感谢主啊，我就甲伊讲我的情形，我就专心从要来挖靠主啊。是是是，我是真耶稣教会。好，你更加见证咧。嘿喏，我是那个见证。感谢主。啊，即嘛这医生听听讲，安尼啊，啊你着毋是讲过去找啥物较高的医生啦，啊你就是你挖靠恁的真耶稣教会的迄个真神，恁的耶稣甲你治疗好的呢。是医生嘛，安尼讲。嘿啦嘿啦。就这个，我要甲伊请问讲，伫你信仰所了后，你的人生观、你的生命观、你的价值观，是伫当时啊时阵你甲做一个改变，原因是安怎改变？就是体会到了的时候，我感觉讲人敢若直直为着迄个毋知为着啥物你代志倒伫遐无用，无用的时阵，到尾你看，规家嘛是等于讲交头讲嘛是定为着生理在烧酱烧骂啊，嘿啊，迄个担甲成重的责任拢你咧担就对。是啊，感觉安尼啦。我就感觉讲，哎哟，即个说就讲叫咱讲，你若专心来挖靠伊，就主的恩典教咱用，我就感觉体会到安尼了。我就做180度的转变呢。我本地拢无眠无日的，就为着厝内安尼伫遐无用啊，为着惊安尼吼，结果遮安尼了，我就才去体会到。嘿。伫咱的这个信仰生活中间吼，神就是要甲咱提醒，互咱价值观改变，互咱对主的迄个信心，甲灵修的追求，因为咱将来是要得救的啊，所以毋是啊，系啊，毋是讲说咧得圣灵就好个，你嘛爱参加聚会啊，聚会咪讲雄雄讲讲用状诶，你当作是初去聚会时阵，就是暗时拢无用家己诶代志啦，你是怎去聚会啦，还是去聚会是去诶，时间到啊，紧听咧紧走啊，还是人有够心就无够啊，对啊，怎安尼是足重要诶，爱诚心实意，来敬拜主，爱纪念这个将来安息。嘛，互咱借这个机会，会当听一寡道理、祈祷、唱诗，互咱的心灵当中，伫一礼拜这无用当中，会当沉淀自己，互咱的心灵咧定心得力。但是咱毋是啊，咱逐工也无得力，拜6时啊，得到忝嘛，都无力量。这就无影真正咧崇拜嘛，无影拢真正要来听一寡道理。当时咱追求这啊，就是这种心态的信耶稣。但是即摆已经生命完全改变啦，主耶稣已经互咱学习真济啊。咱知影讲，咱嘛是爱伫这个属灵顶面爱追求，爱做一种服侍。后来教会甲咱安排啥物工课？我着想讲神赐予我的恩典遐尔啊济我神嘛圣经嘛拢写讲白白得来爱白白写去啊。所以我着迄阵着道道理着较精落来，着道理听较有。我着想讲要来做一个服侍的工课安尼着开始着对宗教育安尼着做教员啦。到尾嘛是讲感觉讲，哎哟，我较早着是做插花着家己教会有责任，讲要插花啦。算对被动甲主动啊。对。最近都书报写。安尼所以这生命真正是足大的改变。我比较好奇就讲，你像这伫这无用的生活当中，家己厝内面阁有开店，为虾米你会来从事医选医疗，来服务咱种民众伫医疗顶面来提供一种服务？你这无用。你当会拨一个时间来甲咱同步铁路纵谷来做这个医选的工作。感谢主啦！我是咱查囝就甲讲有听到迄个信息，讲咱总会有医疗过程，迄个医疗的。医疗这个义诊服务啦。咱查囝就甲我鼓励讲，妈妈，你是读迄个护理校你的专长呢吼。提醒。嘿啦，就甲我招去，阮就去。去的时阵，较感觉讲，教会看一寡教会都。这个网络啦，是一寡这信息啦。因拢去沙巴去对一寡迄个医生医生拢甘愿奉献时间金钱安尼吼。去做这种迄个团伙预备的工作啊。你要参加第一届义诊团的动员聚会喏。对。你参加动员聚会，你有啥物感想？我感觉讲我的年会，我感觉我即阵做护士的，感觉医生大家拢安尼高高在上，以为讲伊医生对，可的迄种感觉对。
啊，我去中会医生的迄种动员聚会，嘿，看到网络啊吼，啊，迄个一寡医生安尼，甘愿牺牲精神啊，牺牲伊的金钱，牺牲种种安尼吼，啊，足一种足欢喜喜乐去沙巴迄个偏僻的所在吼。你嘛有看到迄纪录片吼？对对对对。互你足感动的啊！我就内心就安尼深深的感觉，啊，体会着讲，我若有机会想要学习啊，真是安尼来。我想讲安尼哦嘿，是，我着拢伫遐等啊，感谢主，我先着安尼安排这个机会，啊，我着安尼头一届来学到足趣味的呢，感觉足欢喜的安尼哦，足喜乐的。其实吼，若伫这边义诊服务当中，我嘛有咧看，假使啊，咱李小姐吼，这几工拢足快乐的。虽然咱晚困，透早就起来，中昼也无所在好休困，过着迄种安尼足简单的生活，甲家庭来讲，这差足济吼。对。但是咱要感受着讲哦，足好的安尼啦。对吧？比去国外佚佗，比去地佚佗较。咱甲我讲，来当为主做工，为一寡人服侍，啊来荣耀主耶稣的性命，啊有耶稣的名，借着咱医疗义诊吼，啊为人服务，啊有人去体会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咱李小姐，我相信讲你第一遍参加，你的确有足深的这个印象甲对。对，嘿。啊以后你若有机会，你想要搁参加无？对啦。是啊。系啦，学习传统音的工课，咱嘛拢在学习呢。较早可能一句话足歹讲的吼。对。但是咱即马足轻松的，咱讲我做会到。我嘛想要做，当咱若情愿来做的时，你会感觉讲哦，我嘛足欢喜的，耶稣嘛足欢喜的，众人嘛足欢喜的，哦，这救恩会当借着咱的服务，啊，互民众有机会，啊来认捌耶稣基督救恩，这是咱伫服务当中附带更加大的恩典就是啥？耶稣这位专业医生啦，因为咱知影讲，其实咱的能力拢真有限，吼，咱这医生伊嘛感觉讲，虽然阮伫咧看病，啊嘛有药啊，啊嘛有足一个专业的知识，但是因拢要甲病人讲。除了阮甲你医治了以外，更较重要就是你爱倚靠主，倚靠天顶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咱人类救主，也是做咱人类救主，咱的天顶阿爸爸。真侪咱伫这个医疗服务当中吼，因拢深深去体会，伫印象内底呢，真正着耶稣的地位。有机会，咱相信啊，伊若是谦卑，会当去领悟的时阵啊，主的确要救伊啊。所以因时间的关系，咱以后若有机会吼，咱过来邀请到咱李小姐啊，在咱节目当中，你若有时间新领教会，也欢迎你来找咱李小姐啊，来认捌耶稣，伊甲你讲耶稣真正确实真好。伊嘛是对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内底，进到来真耶稣教会来认捌这位耶稣，来体验耶稣的恩典。李小姐啊，你最后要甲咱听众朋友来呼吁无？主耶稣互我变好去啊！我心内头一直有迄个充满着一个喜乐甲平安呐，啊嘛有一种盼望啊，嘛做互我足欢喜来服侍耶稣。啊，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安尼，报大家知影安尼吼，大家安尼吼，听到我的见证吼，大家即刻去早来就近神，吼啊，来互主耶稣甲咱透放咱辛苦啦吼，烦恼安尼，对，对时间的关系，吼，咱就甲咱今年甲遮吼，咱将要邀请咱亲爱听众朋友伫空中做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阮所敬拜伫天顶地上。并充满着万有，无所不在的真神，我们感谢阿罗你的性命无衰，因为伫你遐有无量的智慧、无限的慈悲甲带领的能力。你捌借着你的带领创造宇宙万物，按照你家的形象创造阮人类，使阮活命，支配着阮的命运，决定阮大的所在。你用着你恩典甲福气，设着阮，看顾阮，保守阮，因为阮是你的儿女。主啊！自从阮的始祖犯罪违背了你的命令了后，阮世间人就活伫魔鬼的罪恶权势当中。阮世间人互魔鬼魔神啊，弄生灭了这个心灵目睭，甚至呢，有当时啊，随在处地，阮嘛无法度，阮的身心交瘁，接受病痛，甲心灵痛苦的大磨，会当是痛不欲生啊。有真侪人因为安尼，还未甲死去的时候，就急促想要行上绝路。一直到最后，虽然行上绝路自杀，丧失了家己性命，但阮知影，幕后还阁接受你公义的审判，这是足可怜的。但主，阮感谢有了你救赎之恩，因为你来到这个世间，你宣扬你救人的福音，来显明今生甲来世的权能，因着听阮世间人的大听，你为着阮定死在死的十架顶，流出着你的圣宝血，借着死，阁过活过来。败坏迄个将死权的魔鬼的权势，因着谦卑信从你救恩，
你就愿意阮透过一切做的操练，阮这做过魔鬼路仔的人，会当得到你所属的圣灵保护、洗净恩典、真理的造就，才做你尊贵后生查某囝。主，阮感谢你，透过着犁树者啊亲身的见证，阮知影短短时间，你顶头生赐予犁树者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心灵。你对死亡边缘中间，将伊甲救拔出来，互伊的生命活泼起来。求天父真神你啊，感动阮众人，厝边叫大家好，这众听众朋友，互因会当明白你的大爱，用着心灵来敬拜你，来侍奉你。阮就通好知影，经历你极大救恩的体验。原来认捌你是怎啊好，怎啊容易的，怎啊轻省，是怎啊可靠的。求主你继续保守纪念祝福，犁树者因一家。互因会当来得到主你看顾保守，最后也愿一切荣耀、阿乐、尊贵、宽平，拢归主你圣尊名，一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阿门。真欢喜呢，咱今日邀请到犁树者伫遮，甲咱建议大家吼，以后咱有机会，过来邀请伊来节目中，甲咱分享开讲，耶稣基督恩典，咱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吼。愿一切荣耀、颂赞、阿乐拢归你主耶稣的名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麻烦大家平安。